活節上深圳玩，京基百納4大商場有着數。坐永東巴士過深圳，直達南山京基百納廣場，方便到極。憑回鄉證或者永東車票，關注我哋小紅書，即請你飲糖水，仲可以玩復活節集蛋遊戲，出示香港身份證件，仲可以免費拎個解壓雞蛋捏捏樂。KK One 港人專享優惠等你攞，用你部 Alipay HK APP 拎張到店抽獎券，有機會贏5星級瑞吉酒店房券、雙人下午茶券同埋各式潮流禮品。記住拎埋張人氣餐飲50蚊券，連同其他玩樂體驗券、輕食券，多重着數一次過滿足你。一橋之隔就係深圳地標商場 KK Mall， 過嚟玩首選呢度。港人朋友單日單筆消費滿288蚊，即可參加必中抽獎，贏瑞吉酒店雙人自助晚餐、雙人下午茶或者飲品券。去指定食肆消費，額外有折或者送你小食飲品。應節賞味兼攞金就嚟 KK Time， 憑回鄉證即上免費春日青團，消費滿99蚊再送你水貝黃金手機貼。登記做新會員享有專屬折扣，魚街、餐飲、護理着數送到你手。復活節假期就等緊你，深圳又好玩又多着數，快啲約齊屋企人同 friend 一齊過嚟飲飲食食玩盡佢啦！